在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稚园，进前互家长指控讲，有这老师甲囡仔饲这爱困药啊，已经有17个人去报案。教育局证实讲，带去检验的28个囡仔内面有8个人检测药物反应，目前甲这幼稚园的排废纸罚15万。幼稚园的总部今仔日也发出声明回信咧，讲会甲这间分部停止合作，也因为这内面还有真侪所在有记录，检警今仔日去敲第2解，甲这个园长顶8个人带登去问话。检察官指挥警方透早来到幼儿园展开第2摆搜索。会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？目前已经有17人提告嘞。当连园长拢是询问的对象，用手抓面无回应，在律师陪同之下，方带回警局。检警车被分几条路约谈园长甲老师拢总8人。园长要不知情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啦。有的小朋友说也不止1杯，那用量应该是很大，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哪里来的，校方会不清楚。新北市邦桥这间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老师擅自饲不明药物，造成囡仔情绪异常，目前已经有17人报案。检警的2摆搜索也是要背后清真侪疑点，像监视器画面安怎会伫4月就消失，清查园内老师诊断记录，无清领相关药物的药单，那药品为倒位来咧？即马搁较野出扣留的手机内底未招对话信息已经删除。看到风波脱手，幼儿园总部也紧急发声明，向家长回信咧，强调这间幼儿园是加盟者自主经营，虽然真相等待背后清，有愿会终止加盟合作，向负责人追究可能赔偿。那新北教育局车被回应，目前受检的28名学童有8个人验出微量反应，体内残留管制药品巴比妥定用来安眠的，已经违反幼儿教育加照顾法，会废止设立许可，相关罚15万。部立台北医院现在可以来提供免费的检验，还有对孩子幼儿的健康的追踪。我们会在统领全国所有的幼儿园对于用药的安全的部分，绝对要极其谨慎。教育部表示，要5摆打电话予教育局积极处理，会通令幼儿园注意用药。那卫福部也讲，有提供免费检验追踪，予囡仔医疗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